地方的检察署，咱检察官，咱各位检察署，咱各位领导，咱各位组长，咱各位同事等等，大家午安。主持人午安。希望听人市长，咱今日非常难得，365日有今日的一日，今日的这日子叫做什么节？母亲节。叫做母亲节吼。迄个双亲节是讲，人母亲就来牵到大厝吼，感觉无啥意思，所以今日加一个咧，叫做双亲节。这嘛是啥意义啊？以前有意义呢，过去拢做母亲节，若有亲戚，你别个活动其实拢较济啊。但是今日，然后母亲，嘛爱父亲，有父亲，嘛爱母亲，这是天地定理，有形的定理，欠一个工作袂使。刚才讲的，母亲甲父亲拢同来拢同等的伟大。你今日这个当中呢，会使讲非常难得，咱足侪同亲，姐姐同亲，今日来参加咱这个活动，咱有咱中央咱中央里长开我伫遐做无会长今日特别来参加咱这个活动那因为我相信讲，虽然讲是一个母亲节，这是一个活动，但这个活动是上社会公道。有什么节有什么节但是咱这叫做意义，这叫做天意融合。虽然讲今日咱是办这个活动，上天甲咱做一种同庆，所以叫做同天人同庆。透过着这个活动，保庇着咱的母亲、姐姐、母亲，咱姐姐、母亲，保庇着咱各位大家，咱的身体咱健康，咱一切咱顺心，拢会当顺利。这叫做意义，办活动叫做意义，唔是咧讲办个偌精彩，做偌精彩是这个物件。若要精彩，你去歌厅去歌厅去看咱表演，你当专业。但这有重要，咱这是意义。不过这个意义，咱来感受，因为人讲一句，一个父母，伫一个家庭会牺牲到奉献。有阵时，咱做囝儿的时阵，咱袂感受到，因为你爸爸妈妈甲咱呵护，甲咱栽培，甲咱看教，甲咱教育，那时咱就看到伊的用心。咱常讲一句话，咱去互别人请一顿，咱下带咱的心呢，永远拢想袂记我到某些人请一顿，我有机会，我要甲报恩，我想要甲请倒转来，但是我请无，咱互咱爸爸妈妈请几顿，一日请3顿，请咱大汉做代志，安尼请几顿，甚至甲咱洗衫，互咱读书，互咱钱趁钱，咱读书。这个恩这个情人讲比天高，比地高，比天较悬，比地较高。这是咱今日一个母亲的伟大。咱今日想看卖有阵时咱想着我过去对爸爸妈妈第一时，我也无达到我真正。我咧想的就好，不能讲手不精，二方不精，自由用二手不大。咱若是讲爸爸妈妈进来当做第一，互我是讲又好，唔知偌好。但是咱会当，当爸爸妈妈伫的时阵，迄叫做小好一个用心，中好艺术精神，这两种就是爸爸妈妈伫的。你会当珍惜到这个机会。如果爸爸妈妈如果无伫的呢，免一定往前，大好叫一定往前。
有的，咱今日会当大家把咱的真情，把咱的真心，咱讲今日而且庆祝咱的母亲，虽然是讲爸爸妈妈已经落地了，不过你的心，若迄个放伫爸爸妈妈的心内就好啦。不过呢，咱逐日会当得幸福，得了愿，会当去做一寡善事，互人回答，人报答着爸爸妈妈过去的养育之恩。所以，咱讲立心行道，扬名以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种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非常孝之死啊！我相信这句话咱时常咧听着，伫孝敬的内底当中，确实有人讲，咱来立心行道，因为你的身体是爸爸妈妈用伊的生命生互你的。过去人讲一句话讲，生赢加酒香，若生疏咧，死地帮。过去唔比像即摆，咧生囝遐个容易，生袂出来到病院开刀把抱出来。过去若生袂出来，有阵时含老母嘛爱生，囝死，老母嘛爱死，死地帮。迄是一个生囝是一个咧卖命危险。简单讲起来，爸爸妈妈用着伊的生命甲你生出来，咧甲你卖命。简单讲起来就是安尼。毋过呢，咱今日生起来，咱伊嘛，咱就是爸爸妈妈的爱，所以有咱讲叫做义爱。但是咱今日是爸爸妈妈用生命生互咱的这个肉体，已经来伫这个世界啊，敢是？妈妈嘛是希望咱这今日的时节，会当咱带社会做一个咱讲顶天立地，做一个互家己肯定，万年道场内底当中，会当加了愿，会当加度人，会当加讲善话，会当加做善事，这是不是真正庆祝母亲节的意义？敢是安尼？不可能，因为千言万语就是祝福。千言万语就是要叫咱把爸爸妈妈这个爱，永远下到咱的心灵的内底，下到心灵，只要着咱下到心灵内发出来的力量，这力量叫做咱叫做大爱，这叫做大爱。大爱就是一定千，咱就是讲艺术。我哋伫这个当中，咱感受着今日大家过着一种真欢喜的心情。真欢喜的心情嘛，真感恩的心情，嘛一种美好的追思的心情来到这个所在，嘛希望咱各位会当的时阵等于咱会当把咱的道路，因为今日有咱的道路，就是过去，咱过去70几年前、80几年前，前辈者因为用着足侪岁月，用着足侪时间，用着足侪金钱，甲铺的这个道条。咱若这个道条，咱继续到时把这个爱传落去，咱会当透过就是一年，会当等于了，咱若为了求道的，咱嘛会当倒来求道。咱开班，咱会尽量会当安排联络一寡来参加这个班数，使咱的道路会当与社会，会当互社会更加发扬伊的光大，嘛更加当活化真正有缘的人之外。而且最后，祝福咱各位大家心情愉快，尤其是今日的母亲节的今日，大家足欢喜，足欢喜，搁足欢喜，足感恩，足感恩，搁足感恩。唔是讲今日了，大家永远，永远，永远。好，谢谢各位。谢谢我们吴先生最后。这个活动做起来，咱讲的 happy ending 啦，快乐的一个结语吼，咱大家今仔感受着双星期的活动。咱等一下虽然是活动，等一下吼，咱今仔等一下就结束。但是下趟呢，也是要甲大家等一下先说明一下，咱等下摕着咱这个咱这个台湾 LV， 这是个台湾的 LV 啊，敢捌听过这个名词？台湾的 LV 的吼，今仔用的纸啊，体是上好的吼。台湾 LV， 咱一个摕着这，搁有花，拢也放做花。但是下下甲大家来报告最后
好吼，是毋是会当甲这一份今仔即份咱的福报、咱的智慧会当顺利甲摕落去吼。等一个活动，咱等一个活动，咱甲身份吼，请咱先咱的工会先上会嘛吼。等一下我们付钱的讲师来送，每个人送了之后，大家这个时间很重要哦。你即份你若想要摕落去，让你的爸爸妈妈或家人，你要祝福他，你有为伊所求，等一下你要来佛前，哦，这个很重要。你无听到我就会搁讲啊吼，我们很重要要来佛前，然后跟先佛搁甲并一下，搁并一个咱了，再跟他报告一下，即份要摕落来，我的爸爸，可能是怎啊咧身体无好，我要摕落来互爷仔，摕落来互爷，啊请师傅，当咱即个福袋，咱即个福气袋仔内面，互咱一寡正能量，吼，互伊会当顺时去即个病体，吼，会当互伊更早去健康。如果你若有即个想法，你爱甲我你讲出来，你想，啊等一个吼，咱遮会有先，是物领了的拢大家做完的，就会很多人，他或许需要大家配合，什么叫配合？我们等一下第一件事，先甲咱的物件，等一下领完先就爱有诶，莫安尼足侪人起来坐落来，领完倒来咱的位坐落来，甲咱的若要用便当盒啊，甲生活的甘蔗水拢甲放做伙，甲你的物件，甲咱的鲜花，吼，即个馨香，即个道传承的馨香，摆落来厝，啊用水甲插起来吼，拢甲摕在你的底啊，摕好了，桌仔顶的物件，你涂头想要甲摕到无要紧，都可以嘛吼，你拢会当甲摕走，啊，垃圾。较搞的好啊，啊你垃圾想要摕走嘛不要紧的吼。如果你有那个做环保的心，要摕到楼骹干，没关系都可以。或者先报告咱蛋姐的人数，咱这道挑战跟过往不一样，这道真正是人数真的有爆棚啊吼，因为大家都习惯在报名，他或许会把我们算的时候有一点难以计算，所以蛋姐的秩序很重要，规矩最重要。各位先生，咱要做一个好宝宝无？咱今仔来遮很感恩、很感动，啊要走爱搁去做一个有规矩的、有修行的好宝宝无？哎呦，咱爱有修行的好宝宝，所以咱等一个物件摕了，啊咱来甲先佛禀告一下，今天摕过来。啊，迄阿公阿嬷我知影，拢做慈悲的，我摕了阮阿孙的啦吼，是要摕了阮囝，都没有关系，但是就是自己在佛前怎样？再禀告一下，不然这一份昨天我们祈求的这一份里面的1000后手，只针对现场台湾出来的那一份，看他们一起积奖对你给他来的机会，你机会哪边回到我们出来，这不要，安尼真靠好，安尼靠应该吼，安尼等一下哦，咱就来，先把先佛吼，咱就先其他活动结束之后，大家跟伊的步骤吼。领了茶啊，就爱家己的位坐，物件收好，放伫倒，放伫福袋内面，按即个福袋体，吼，啊就爱楼骹，落去楼较济开始食，是先等前人到长辈讲，爱等咱前人就开始等，爱等吼，咱就是爱有规矩，吼，没有规矩，咱就无法度成一个圆，成一个正吼，所以修行最重要是爱学规矩。吼，咱来道中就是学规矩，咱有规矩，咱的囝就是学规矩，咱拢伫规矩内面，咱就袂脱轨啊，咱就袂偷走出去，袂去哦出去，吼，咱就会平安安全。好，即摆咱请咱的上下礼啊，咱表示慈悲，咱其他活动都做一个圆满的这个结束。好，来大众请起立。心意义和。法母恩生德惠传教，感恩茶会圆满结束。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前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前人鞠躬，感谢副前人鞠躬，感谢各位点传师鞠躬，坤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前人鞠躬，感
谢副前任鞠躬，感谢各位点传师鞠躬。嗯，感恩好，大感恩哦。家金钱爸爸节哦双击